若是轿车安全加几啊边开，卡伫咧徛家厝内底，消防人员想办法要甲车拖出来，因为要救厝内底民众。 地行大门玻璃碎去，散散落落落伫咧涂骹，家具桥弄甲东倒西歪。昨暝3点外，若是轿车当时驶伫咧五权西路，经过大路口，驶车43岁姓刘的教师无当翻，直接弄入地行内底。当时困伫咧1楼顶下站的民众是一对母仔囝，87岁妈妈困伫咧下站，当场去弄死；61岁后生困伫咧顶站，头壳裂伤。嘣一声，车子就撞进来了，放不下了。 整个店被弄成这样子，几乎全毁掉了。头壳个黏甲济，细汉后生看到妈妈去弄死，艰苦甲气讲，伊讲妈妈因为行动不便，才会陪妈妈困伫咧1楼方便照顾。当时伫咧困去弄时，家己嘛困去。引起事故姓刘的家属嘛因为弄甲真正来讲起红送到病院。本分局已向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，以厘清涉及酒驾或是毒驾的情事。 引起事故姓刘的教师过去负毒品早期侦考，这一遍洗车弄人的徛家厝，因为弄甲真内底，看出无打洞啊！到底敢有啉酒洗车，或者是食毒？警察已经抽回送验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